歡迎收睇次風暴消息。受高空反氣旋影響，華南天色大致良好，而一股偏東氣流正向廣東沿岸。下午8點，超強颱風夏浪集結於東京之西南偏南約490公里，預料向東北移動，時速約28公里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。同時，熱帶風暴羅基里集結於沖繩島之東南偏東約122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橫過西北太平洋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夏浪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85公里，羅基里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5公里。現時溫廿9.7度，相對濕度78%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但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溫約27度，日間炎熱及乾燥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，新界再高2度，吹和緩偏東風。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，周末期間部分時間陽光，有一兩陣驟雨，下周初驟雨增多，氣溫稍為下降。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數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。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本周後期影響菲律賓以東至南海中部一帶，並喺下周初逐漸靠近南海北部及華南沿岸，該區有驟雨及雷暴。而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下周中後期影響華南。此外，熱帶船夏浪會喺今明兩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，而熱帶船羅基里會喺未來一兩日移向琉球群島一帶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道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